現貨黃金在星期一以強勁的姿態結束本星期交易，金價收於3759.40美元，上漲近0.3%。這一星期黃金累計暴漲75美元，漲幅高達2.04%，並在星期二盤中觸及3791.15美元的歷史新高。本星期黃金市場的強勢表現，主要受到美國經濟數據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影響。星期五公的8月個人消費支出 PCE 物價指數年增2.7%，符合市場預期。雖然個人收入與支出增幅略高於預期，但市場普遍認為這並不足以阻止美聯儲在10月繼續推進降息。此外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宣的新一輪關稅政策，涉及藥品、重型卡車和家居，將於10月1日生效。這些不確定性繼續推動避險需求，為黃金提供了額外支撐。從技術圖表來看，黃金價格目前位於一個穩定的上升通道內，並已經升至100小時移動平均線之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4小時相對強弱指數 RSI 接近超賣水平，這進一步確認了黃金的看漲傾向，但也暗示短期內可能出現調整壓力。成交量的變化同樣值得關注。黃金在上漲過程中成交量顯著放大，顯示多頭力量強勁，而回調過程中成交量減弱，表明空頭動能有限。這些跡象表明黃金短期內仍具有上行空間，但可能在關鍵阻力區域面臨一定挑戰。我們需要關注以下阻力和支撐位置。阻力區域3763美元，當前的第一阻力位，突破後可能進一步挑戰3770美元、3776美元至3782美元，短期多頭目標。突破後有望測試3791美元的前高，3791美元為歷史新高。突破此區域將進一步確認強勢多頭，目標指向3819美元、3857美元，支撐區域3756美元。目前的主要支撐位若跌破，可能測試3744美元、3744美元至3741美元。次要支撐區域若失守，可能引發進一步回調至3736美元、3736美元為更深層次的支撐。若跌破，將威脅短期上升趨勢線。未來一的黃金市場展望，短期內黃金多頭將努力維持當前的上漲走勢，並嘗試突破3776美元的阻力區域。如果成功，多頭目標將指向3819美元，甚至更高的3857美元。但這一過程需要成交量進一步放大，以確認趨勢的強度。如果黃金未能突破當前阻力區域，可能會面臨一定的回調壓力，空頭可能在3737美元附近進行獲利了結，進一步帶動金價回落至3698美元。未來一星期需要關注的事件與數據。美聯儲政策動向，市場將密切關注美聯儲官員的講話，尤其是對10月降息的進一步預期。如果降息信號明確，黃金的支撐將進一步鞏固。美國經濟數據，例如9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和製造業數據，若不及預期，可能進一步推升黃金的避險需求。地緣政治與貿易局勢，特朗普的新一輪關稅政策將於10月1日生效，市場對此的反應將直接影響黃金價格波動。短線交易者關注3756美元的支撐位，若價格突破3763美元，
可順勢追多，目標看向3776美元以上。同時，須將止損設置在3744美元下方，以控制風險。中長線投資者可以在支撐區域逢低佈局，目標看向3819美元、3857美元。同時，關注美聯儲政策的進一步動向，靈活調整倉位，並確保風險控制在合理範圍內。總體來看，黃金市場在技術面和基本面上仍保持強勢，儘管短期內可能出現震整理，但多頭佔據主導地位，並有望挑戰更高的價格目標。